宜兰外澳的海鸡啊，昨早有民众看到2只海徛，吊伤倒伫海鸡啊，一只较大只已经死去啊，另外一只互海巡警员救起来了后，也毋过因为受重伤，伤真重，兽医讲真好恢复，所以即马打算要用人道的方式甲伊安乐死，而且嘛会验尸，了解因扣衰原因。画面内底即只观察头，伫海沙坡仔顶悬靠搭，高压会震动，民众赶紧通报海巡人员。宜兰头城外澳的海沙坡仔，17早起6点，有民众看到2只观察头伫海沙坡仔靠搭，有一只已经明显死亡。我家的窗户往外看，就发现怎么沙滩上有一个很像海豚的东西，所以我就赶紧就是下来沙滩去看。之前有帮忙过。海巡人员刚要挖了这只观察头，用毯仔包咧，蓝水保持淡湿，等警队协会甲兽医来现场检查甲救援。这只死亡的观察头，分数有292公分长，现在挖这只是157公分，2只分数拢伤痕累累。安怎造成这个伤？甲扩大的原因也要调查。未少民众嘛真好奇去现场看。那活体的部分呢，我们稍晚会有精准协会以及合作的兽医师到场进行那个个体的检伤。个体上存的那个野放的一个条件的话，我们会采取就是以野放为主。关府农业处表示，死亡的这只观察头会交予警队协会解剖，理清死亡甲扩大的原因。记者综合报道。